求就互你，吹就伫咧，拍门就甲伊开，因为伊若求的得着，吹的拄着，拍门的就甲伊开。即时咱三甲来吟诗，圣诗第57首，愿大家学老上帝，请起立吟全首。我就将你的道路指示
是有过失的人。上帝啊，你是救我的上帝。主啊，求你开我的嘴唇。因为你无爱正义，若爱我就要现。上帝所爱的就是忧伤的心。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要一生来学习你，尊你做大。感谢你拍开阮的心门，互你进入阮的心。无论面对啥物情形，拢得到安稳。总是求你赦免阮，时常伫安稳中袂记得你的教示，伫稳定中袂记得要继续跟对你。你教阮的心充满挂忧烦恼。主啊，阮要来追求你，得到甲你同在的喜乐。愿世间人拢明白你的性命。愿你的慈爱怜悯拢踮伫阮的心内，赐予每一个敬畏你的人，互阮有你的阳光带来稳定甲福气。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咱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太福音第6章5至13节。恁祈祷的时，袂恁亲像假好的人，因为伊爱徛伫会堂甲大会面的我甲祈祷，要互人看见。我实在甲恁讲，因已经受到因的报赏啦。多多恁祈祷的时，就入你的房房，关门，求你的爸，踮伫因捌内，就你的爸，监察伫因捌内，要报答你。搁你祈祷的时，话袂你豆豆甜，亲像外邦人，因为伊拍算讲做多话才得到听见，所以恁袂得学因，因为恁袂求伊的大声，恁的爸已经知恁所欠用的，所以恁着安尼祈祷：阮伫天边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袂你带阮入着试，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愿耶和华赐福互听从伊话的人。即时请百学士班献诗煞，请牧师来为咱讲道。万万里面海。
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安。感谢主，带咱去经过一礼拜，虽然这礼拜中间也有家庭失落亲人，总是愿上帝的安慰，伊的信实也甲咱同在，也甲这个家庭同在。今仔日牧师要搁继续伫咱今年的信息，咱讲今年是啥物年？成中年，成中年，还佫会记无？成长，好，咱还佫会记成长，成长有一系列，有一系列，咱对用啥物来帮助咱成长？今仔日咱要讲用祈祷来操练，互咱会当来成长，所以每一个拢真重要。后礼拜就要讲用静默。用默想、默想，默想来操练，所以这个成长的代志，袂自然而然来发生哦。所以咱看圣经内底，伊在保罗在会写讲，你毋通还佫做迄个食奶的基督徒，已经信主啊，结果拢是敢若亲像婴仔共款，拢还佫咧食奶。恁爱来诚做会当来食饭的，食迄个。会当搁食副食品啊，爱当渐渐长大，表示讲咱人即个肉体的生命会成长，咱属灵的生命，认捌主耶稣即个生命嘛会来成长，安尼才会当相称嘛，安尼才会当共款，才会当共款，互咱无去做囡仔，因为迄个囡仔就是无捌代志的，拢爱来教导。当咱伫遐受教导、豆豆大汉的时，咱伫即个思想的顶面，咱就知影讲，哇，原来天父上帝，你的意思是啥物？你对我有遮尔水的意思，你有遮尔济的丰盛赐福要伫我的身上。相时我也会当借着你，互我遮的一切的赏赐，我要安怎伫我所住的所在，伫我所做的工作来演出来。这就是咱想做一个基督徒上大的一个使命啊！咱袂当来改变这个世界，总是到当你较顺啊是正做一个基督徒，你无有这个心志的时，其实咱连个变，咱互世界来改变咱。但是咧，咱感觉这个世界的条件一直改变，所有一切的科技一直进步。即摆毋是叫做科学时代。即摆叫做科技的时代，若是安尼，咱要安怎做？伫圣经内底来聊聊，然后伫这科技的时代，知影讲上帝啊，你有权的掌权，你有权的掌权。今仔日咱所读的即段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第50到13节，现代家语和字本安尼讲，咱三甲过来读一遍来。恁祈祷的时，毋通亲像结果的人，因为因爱互人看，故意徛伫会堂也是路口祈祷。我实在甲你讲，因已经遇到好心人，你祈祷的时，就入去房间内关门，对你严严啊咧看的就安尼。严严啊，在看你会甲你报赏。恁祈祷的时，毋通只像我讲了不讲，因为你想讲较侪话，上帝才会看见。恁毋通甲因相反，因为亚会求以前，恁的爸已经知恁的需要。所以，恁着安尼祈祷，阮的天父，愿你的性命受尊重，
愿你施行主权，愿你的旨意实现，你就会像亲像你天流。求你今仔日赐阮需要的正面，求你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嘛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求你毋通互阮陷落担当袂起的试探，求阮脱离迄个邪恶者。好，所以伫头拄仔咱所看遮吼，其实伫最后13节的后壁，咱看头拄仔咱的书会者带咱读的有一个挂号，有古卷，就是有古早遐有写讲吼，因为各官员因讲拢是你到代代无尽阿免吼，所以咱大概若讲咱做伙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的是，咱会搁有后边的吼，迄就是古早人搁来加的吼所以咱来看祈祷，有人讲祈祷亲像啥物，你知无？亲像呼吸，亲像咱的呼吸。所以兄弟姊妹，咱今仔日所有坐伫遮，既然今仔日就当来坐伫遮，表示咱拢有啥物有呼吸啦。呼吸是一个足自然的代志，足自然的代志。总是有当时，咱需要迄个高压氧有无？迄个氧气搁愈济。所以迄个高压，我听人讲诶，我抑搁有捌用过高压氧的治疗所以咱中间若知影有迄个高压氧，我听讲伫高压氧内底的治疗会愈pure，就是迄个氧气足充足的时阵，敢若互你的精神会足好。所以我就想着讲，安尼表示安怎？虽然咱的呼吸是足自然的，毋过听讲伫中华关，即个空气的品质无介好。所以咱甲欧洲的人共款，咱拢呼吸，但是咱伫即个所在的呼吸敢若较食啦。最近牧师有甲中医认同讲想要做身体检查，所以迄个对迄小姐的人讲牧师安尼我建议恁会当做迄肾脏肺肺的部分，伊讲因为咱中华的空气的品质无介好，所以你做这方面的检查比较彻底嘛会有一寡自身的不同。所以兄弟姊妹，咱若讲咱的祈祷亲像呼吸，有当时安尼比如互咱想着讲对，呼吸足自然的，总是有当时迄个品质无好，所以有当时咱嘛想着咱的祈祷安怎，可能敢若食饭的祈祷尔。食饭的祈祷检采是较青草迄顿，最后就是暗时，较侪人做伙的时阵祈祷。早餐匆匆忙忙，有当时无食。所以伫即个中间，咱来思考，咱需要祈祷。有一个足出名的人，马丁路德。马丁路德，路德马丁，台语是讲叫路德马丁。马丁路德这个人是做迄个讲做宗教革命的，伊伫16世纪、16世纪时阵，对互咱的一个整个变做有基督教甲天主教伊就是原本是做神父，准备修士，准备要做神父，总是伊伫迄所有的教条内底，伊感觉伊感受得到上帝迄个疼，感觉伊会爱靠迄个土性来压所以伫迄个中间伊的生命发生足大改变。将迄圣经来翻译，古早圣经敢若神父会使读的，古早圣经敢若神职人也会使读的，嘛无足侪人有想到的，所以就是通过这个神职人员，迄阵是神父，然后读讲互大家听，大家无想到的，所以有当时有人会偏见，伫迄个中间佫有赎罪券，就是讲你犯罪。虽然透过祈祷会当下罪，但是你爱过来买赎罪券，就是用钱买一个券，然后用安尼来奉献就对所以完全无怕圣经的真理。所以马丁路德伊做即款的改变了后，历史有咱即摆的新教，就是咱所谓基督教，还是就是咱即摆耶稣的，而且伊有讲，伊讲我一天有足侪代志爱做，历史互我一天内底若无有。用3点钟去祈祷我无法度应付遮的代志。兄弟姊妹，伊安尼讲。
咱嘛当来反省啦。我一工无勇敢呢，历史吼，我无时间通祈祷，无时间通读圣经。我目睭一个短经，我就爱来拼。但是伊是安尼讲吼，这是古早人啊，吼，16世纪，我认发一个现代这个世纪还佫活着，就是以色列迄个国家即摆有一个弥赛亚信徒的牧师。撒耶尔旅行社，这个牧师，伊毋但是牧师，伊阁是做生意的人。伊本身有足大个企业，然后嘛有甲国外足侪。总是这个牧师，伊毋但礼拜日会当伫遐牧会，伊也需要经营企业就对因为伫迄个犹太伫以色列迄个国家无好生存。所以伫遐伊有讲，伊每早起11点进前，伊无接电话，伊的秘书知影，我袂使打电话。讲因伊无读这个册，伊读初中尔，但是伊所有的事业上帝赏赐互伊，11点进前，伊拢是咧祈祷、读圣经，甲上帝伫遐咧对话沟通，上帝就会带领伊要安怎来做遮个代志的决定。所以历史有侪的见证是伫遐发生。所以啊，你想要这互咱知影，无论今仔日你做偌大个事业，其实上较重要就是伫做咱生活。咱看即种的见证伫咱的生命内底，搁一个较近代的19世纪到20世纪初，也活着这穆安德烈。穆安德烈牧师，伊是出世伫非洲，伫南非，所以伊也有写过一本叫做《祈祷的学校》。穆安德烈牧师，伊上大的一个规律就是请教人鼓励，然后伫祈祷的内底带来大家的心，受激动，然后会发生一个信无主，信无主的心。所以穆安德烈伊伫迄本迄个祈祷的学校内底，伊讲咱爱来学祈祷，就是咱爱来学耶稣。圣经内底讲爱学耶稣嘛。伊讲所有学耶稣的代志内底，上界阳光的、上界好的一件事，就是学耶稣。耶稣当坐伫爸上帝的大屏，伫天顶，伫遐为咱祈祷啊，伫遐咧代祷。所以伊讲上界阳光、上界悬的一项，咱爱学上帝的、学耶稣的，就是不断当来祈祷、来代祷。这是穆安德烈讲。穆安德烈讲，阁有一位真出名，约翰卫斯理，所以咱看遐卫斯理宗，有卫斯理教会，叫做咱台湾叫做台南遐嘛有就是伊嘛另外阁有一个讲，像咱讲咱是正毛文宗，那他们就是又另外，但是伫这个中间，伊会强调就是这个。上扬，搁伫迄个灵性的追求，搁祈祷，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这个牧师，伊的妈妈就是一个祈祷的人。咱了尾面牧师捌讲过，伊有生10个囝，伊生超过10个啊，总共有10个活落来。这个妈妈活伫迄个18世纪的时阵，要饲迄个囡仔，差不多一工伊有时阵拢受不了的。就是伫遐是做工啦，拢咧行火啊，煮饭啦，顾囡仔、教导遮个囡仔尔。总是这个妈妈是一个祈祷的妈妈，伊逐摆若要祈祷，伊就来恁囝讲妈妈，若对有需要喊你头壳，恁就莫打岔。迄个时阵就是我咧祈祷的时阵，所以咱看这个经典的老母有出。至少这个约翰卫斯理，阁有一个查理卫斯理，这两个做牧师，影响规个教界，影响规个基督教。所以伊伫遮有讲，伊讲上帝无做别项代志，上帝伊只有咧应允祈祷。哇，这是偌尔大个好消息啦！伊讲上帝敢若咧应允咱的祈祷尔，所以弟兄妹，咱着爱来祈祷啊，敢毋是咧？因为祈祷咱就得到力量，祈祷咱就要得到智慧，祈祷咱会得到信心，互咱的生活无共款，互咱的生活较稳定咱的主。所以而且咱来看讲要安怎来祈祷咧？今仔日即段的经文就是耶稣的学生，甲耶稣讲，耶稣咧约翰嘛拢有教伊的学生祈祷啊，
主你嘛来教咱祈祷，所以求主教咱祈祷。所以啊，弟兄们，咱嘛当祈祷讲，主啊，求你教阮来祈祷，求你教我要安怎来祈祷。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有讲到恁的祈祷，毋通亲像安怎，无得做啥物。伊讲毋通亲像假好的人，华语讲不要像假冒为善的人。差不多就是咧讲迄个时代，啥物叫迄个时代有一款的人，耶稣定定咧批评，讲即个就是假好的人，假冒为善，就是咧讲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熟悉所有的经文、上帝的条例，但是伊的祈祷，伊拢做爱安怎？看到足侪人的时阵，伊就开始，主啊，我感谢你，赏赐我拢会当遵守10条诫，你所教示的，我拢照安尼行。这法利赛人定定做即款的祈祷，总是上帝竟然讲，伊是假好的人。另外，伊讲你毋通亲像外邦人。外邦人安怎祈祷？外邦人讲了搁再讲，一直重复啦，一直重复，然后很多的装饰，就是无出得来心。另外就是显现出来，显现出来这个外邦人安怎？无认捌这个上帝，因为上帝通过主耶稣有甲咱讲，你还未归顺祈祷的大声，我就知影咱要祈祷啥物。若是安尼，我要安怎祈祷？做一个小朋友吧，我以前做团队的时，小朋友甲因祈祷，甲因讲，若是认捌主夫妇的，我所谓认捌主夫妇的，就是对基督教的家庭生出来囡仔对伊祈祷我感觉讲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所以就是讲一切，一切你拢知所以伊的祈祷讲上帝一切你拢知。好像也对但是，才讲叫伊就无像外邦人伫遐讲了，搁再讲啊。所以咱今仔日要用主耶稣教示咱的祈祷文来学习啦。可能还佫有通好祈祷的，对无？若是安尼，上帝拢知影你所欠过，我所欠过，所以咱的祈祷就无需要伫咱所有一切欠过来祈祷，敢毋是咧？所以弟兄们，福音书内底嘛有记载讲，你毋通阁求讲你欠啥物、食啥物，你需要穿啥物，遐个拢毋通烦恼。所以伫遮，咱讲毋通亲像假好的人，毋通亲像外邦人的祈祷，是安怎毋通亲像安尼？假好的人就是讲，你不要做那种虚伪的祷告，迄个祈祷毋是对你的内心的，你来出自你的内心来说。过来，毋通亲像外邦人，伫遐叨叨絮絮，讲足济，敢若亲像咧交代主讲主啊，毋好袂记哩佫有啥物佫有啥物即款的毋是安尼。所以，过来安尼，咱来看讲，那安尼到底咱要安怎来祈祷？其实主耶稣伊有做诚好的祈祷的模范，互咱看呢。咱看主耶稣咧带伊的学生3年半开始咧传道理的时阵。伊每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后，伊就家己退到山上去祷告，有没有？伊就无甲伊的学生做伙，伊家己私底下就去到伫山顶咧祈祷，有时是去到海边，有当时就是常常去到伫旷野，有当时是透早天还未光的时，耶稣就去祈祷就去天父上帝祈祷主啊，求你赏赐我几力，求你互我知你的意思。所以咱看耶稣伫倒位咧祈祷，耶稣伫啥物时阵咧祈祷？其实伊啥物时拢咧祈祷，伫伊的心内咧祈祷，亲像呼吸共款。但是还佫有一个特别的时阵敢若亲像狗仔样共款就是透早还未开始做工课，亲像路顶妈顶讲的，讲我工课有够济。所要处理的代志足济，所以我每天我一定祈祷3点钟，我就开始。所以伫啥物时阵祈祷？伫还未做工课的进前祈祷，伫啥物所在祈祷？无论去到啥物所在，我就伫遐祈祷，伫旷野祈祷，伫海边祈祷，伫山顶祈祷，伫
伫沙漠内底有祈祷，弟兄们，若是安尼，你拢爱怎祈祷？你拢爱怎祈祷？咱教育咱的囡仔，会当先带伊祈祷。甚至于你的囡仔还未生出来的时阵，伫你的腹肚底内底遐上少的因当嘛着胎中的婴儿还没有生出来，你就带他祷告啊！咱拢讲胎教，最好的胎教就是先把上帝诱入来，讲上帝啊，你是小算生命的主，互阮有活命，有这个气息，所以才有胎动啊。所以每一个胎动都在诉说上帝的恩典。这个不是牧师我白讲的，迄个拢是他拄仔我讲遐个人写的，卫斯理说那个就是恩典的生命的脉动。所以你伫迄个中间，你就要为着这个腹中的胎儿来祈祷啊。所以咱看圣经内底嘛，明明甲咱讲啊，玛利亚她怀胎的时候，伊去找伊的表姐伊丽莎白，结果两个相见面的是，迄个时阵。迄个讲伊丽莎白，她的肚子里面的亚瑟的约翰较大汉，因两个小见面的是，哇，那个腹中的胎儿跳动的好厉害哦，足欢喜的，因为这两个夫妻人拢是敬拜上帝，拢是知影，拢是蒙大恩的女子，就是知影爱敬畏上帝，知影讲上帝这是你许属我的生命。若是安尼，咱要安怎祈祷？咱的细汉囝。有小朋友拿讲，我有来问，我讲啊，你一工，我是足茫知影讲，咱的囡仔，当因已经到读册啊，到国中啊，到底因啥物时阵有祈祷？我讲啊，恁一礼拜内底有啥物时阵祈祷？牧师无啥信心吼，我想讲因搁咧讲伫学校足无闲诶，国中生啊，啥物时阵想着上帝，想着耶稣，想着要祈祷，出乎我意料之外。伊讲我逐工拢有祈祷，足欢喜诶！啥物时阵？伊讲阮妈妈逐工拢会来带我祈祷，所以我足欢喜诶啊！伊诶妈妈逐工要困诶之前，就会去到伊诶房间先带祈祷。我讲诚好，这就是妈妈要养成你诶习惯。另外一个人讲，我食饭会祈祷啊，我讲足欢喜。毋忙会当操练。伫你除了这个时间的时阵，读册的时阵，伊讲考试嘛会祈祷啦，爱家己好。一个讲我拢袂记啊，要考试阮妈妈叫我考试之前爱祈祷大概到要考试的之前，我拢一直想讲要考啥物，拢袂记。另外一个讲伊会记，就是讲无要紧，你要安怎成长，就是伫你一天的中间，除了你即摆拢有想着主，其他的时间阁有可以想着主，安尼就足欢喜的。我想牧师有叫我讲爱祈祷，安尼就是安怎，互咱的生命搁较快，用咱的主来拍开。安尼耶稣，我搁耶稣，然后上帝伊甲你的迄个 conversation 就是你的对话会愈来愈侪。迄个呼吸袂敢若伫迄个啥物，伫迄个空气稀薄的所在，活较足艰苦。咱会感觉讲，哇，迄个空气啊，何等的清新！迄个空气实在是充满了那个氧的部分，二氧化碳较少，迄个污染足少的，这个属灵的部分，所以慢慢会当知影。所以弟兄们，若是安尼，你要安怎来学习祈祷？你会当来他拄仔无书所讲的遮，罗定马丁啊、穆安德烈牧师啊、约翰卫斯理牧师，伊来学习祈祷啊。这个人的祈祷就亲像敢若分菜同款，规伫你的四周。其实我相信伫你的生命中间，你嘛看到一个人的祈祷，互你有一个印象。所以若当你有看到即款的模范，你就来记牢的。后摆伫咱正规长老，伊的查某孙仔当伊足细汉的，咧甲咧读幼儿园的时阵，迄阵有生命教育，结果老师有去着一间伊咧祈祷的时阵。伊就是非常的专心，翕起来，哇，迄嘛是一个模范啊，定定伫遐。对我来讲，咱有姊妹讲，牧师啊，你来到乐港教会爱伫讲台每早起来跪伫遮祈祷啊。如果你袂堪你来做牧师的，你要安怎伫遮徛起？要安怎来所有的兄弟姊妹来讲道的？讲着我心诚艰苦，但是
牧师老实讲，我有几工来伫遮甲伊做伙祈祷，总是我的身体袂堪比搁安尼伫遮跪咧祈祷，总是我伫进前的中山教会，是伫讲台顶甲一群的姊妹做伙祈祷教堂，所以遐的姊妹教堂也咧祈祷。我毋知影是因为咱的族体袂抗拒，所以一直跪，所以地势甲骹有安全，所以拢是我的心袂因为安尼来怨叹，所以我有当迄个邀请我做伙来遮祈祷的姊妹，我有当伊说明，总是对安尼牧师有养成啥物款的，我的心不时的提醒我家己，这个祈祷亲像无去共款，总是嘛有一个特别的时阵，所以我。还佫会当，那个叫做词汇就是安尼规日的，较无在啊规日，佫坐伫骹腿迄种所以会当看面椅所以伫册房内底有一个柜顶，所以当你若伫你的大个所在，你学习有一个所在叫做 Holy Corner，就是一个神圣的角落。迄个所在神圣的角落，就是你会当伫遐倾心吐意，甲咱的主上帝、天父上帝伫遐来祈祷的所在。所以遐弟兄姊妹对你来讲，啥物人会当互你学习祈祷？对我来讲，我感觉规伫遮即个祈祷的姊妹其实伊嘛伫咱的中间伊嘛是安尼头总是当伊跪伫遮的时，我的心真敬佩。伊的心就是咧祈祷，为着侪人祈祷。伫我的生命的中间，我也捌跟对一个真像属灵的妈妈，一个老的牧师，查某牧师我捌甲伊做伙困中昼，嘛捌伫因兜敢若捌住过一暝，所以我看到迄个老牧师，尾后才知影伊的年纪比阮妈妈佫较侪岁，伊跪咧祈祷，迄个情景嘛偌出深的。我细汉的时阵伫教会。看到有迄妈妈年老的妈妈，大概咧来说，伊就来跪伫头前，就伫遐一直来上帝祈祷。我知影伊有足侪苦情所以遮会拢诚做一个祈祷的对象我相信对曾牧师来讲，就是伊细汉的时，伫迄教会内底有一个甘果伊讲迄个甘果对伊来讲是一个，毋知影伊是偌老的一个阿婶阿嬷伊安尼，逐透早拢缀去钟楼伊迄个时阵的教会佫有一个拍钟，有一个钟楼，伊拢缀去钟楼面顶祈祷，逐透早。我相信咱教会鹿港教会过去嘛有一个叫做早天的祈祷会，敢是的。所以遐的所有祈祷的情形，会当成做你的学习会当成做一个鼓励你继续伫遐祈祷的因为咱生活，咱鹿港这个地区属灵的空气实在是养分很少，二氧化碳比较多。我安尼形容咱听有无？这个所在敬拜上帝的人无济，所以对咱来讲，咱属灵的空气，咱讲做自然的，毋过伫遮其实是无啥自然爱常常安尼吸甲足用力的你才呼吸到迄种较舒服的空气因为这个所在拜拜真圣心所以相对之下，那个属灵的空气的纯度的较少。所以弟兄妹，你需要时常甲主三棍碗，伫迄个所在，你若这个三棍碗拿来成做一个你的好的习惯，上帝自然就为着你有准备一个密室，伫迄个所在就亲像你的高压一样的所在，互你每摆祈祷的时阵，你的精神就充满，然后你佫出来，面对着你的工课拍拼，都有气力，袂感觉讲常常安尼敢若喘气喘袂起来。所以，啥物人是你学习祈祷的上好的模范？阮上帝互你有一款的榜样，通好来学。若是安尼，今仔日牧师通过今仔日的经验来甲咱讲，祈祷上盖好的一个 sample， 上盖好的一个典范，就是主耶稣教导伊的学生，也是教导咱每一个人的一个主祷文。伫今仔日咧讲这个主的祈祷文内底，伊的祈祷的对象是啥物？就是天顶的老爸，对无？阮伫天顶的爸，现代台语翻译讲阮的二爸。
阮的天父，既然称做天父，表示咱安怎？咱有囝儿的身份嘛。咱是上帝的囝儿，所以即款的囝儿，即款囝儿甲老爸的身份是足亲的。所以阮的天父的爸，阮的天父，阮啊，毋是阮啊，是阮。所以当你讲阮的天父，这个阮就包含什么？所有兄弟姊妹，所以甲信徒会当来合一啊。所以你若徛伫鹿港地区，你讲阮的天父，你这个阮就包含啥物？包含住伫鹿港遮所有的人，虽然伊还阁毋捌这个天父，但是伊是毋是天父上帝所创造？是。所以兄弟姊妹，你的心爱开阔，你的心爱开阔。当你咧讲阮伫迄个爸是，你就知影你是台湾人，你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所以这个阮嘛会当代表中华民国啊。这个阮嘛是代表你的出身啊，这个阮嘛代表你是啥物种族的啊？你是姓陈，你是姓施、姓黄、姓苦，拢是会使你啊。这个阮包含真多，一个普世的一个情况。过来，咱这个主导文吼有3个原理吼。第一个讲，原理的性命受尊重，原理的性命受尊重。兄弟姊妹，阮上帝伊的名受高举，所以这个上帝的名受高举，毋是我来高举人，是头拄仔迄个讲阮所有的人。所以当你用主耶稣甲是咱的祈祷文，当你讲阮的天父的爸，阮的天父，迄个阮你爱较开阔咧。所有的台湾人拢来敬拜上帝，所有的台湾人拢要来高举上帝的圣名，过来管理会当施行主权。咱过去的原理讲做原理的国民党，而且搁较现代台语搁甲原理搁愈明白，啥物是上帝的国？有当时咱上帝的国，讲到尾后，咱拢讲感觉上帝的国敢若是伫教会内底。上帝的国就是咧讲上帝的管理伊的主权，所以上帝会当施行主权伫倒位，毋是伫教会内底，毋是伫认捌伊的人命定，是上帝你会当施行你的主权伫你所创造的天地内底。所以原理的旨意会当来实现啊！上帝的旨意实现伫天顶，上帝的旨意伫天顶是畅通无阻的，所以上帝的旨意原理也会当伫地上，逐所在拢会当来实现。毋那敢若伫教会内底实现，教会内底是100%实现，要诚做见证，然后互遐个无认捌上帝的人会当来敬拜。过来，主祷文最后有3个求啊。求你今仔日赐阮需要的食物，感谢主。所以这个食物包含伫迄个灵性上的食物，搁伫咱的心神的顶面的食物。求你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嘛有赦免辜负阮的人。辜负就是咱去得罪人，咱得罪人，过来就是人得罪咱。所以求主，你赦免我一切的罪，无互上帝通欢喜的。主啊，因为安尼，所以我嘛要来赦免遐个得罪我的、无合我喜的人。当我嘛会当来赦免遐个无合我的意思的人的时，上帝你的确就互我会当脱离罪的捆绑。意思是安尼。过来第3点讲，求你毋通互阮陷落伫迄担当袂起的试探，人的试探足多。求主互咱无陷落伫迄个内面，求主救咱脱离迄个邪恶者。有当时迄个邪恶者是非常甜蜜和美丽的，就是诱惑我们的。所以迄个邪恶者有当时会生做青面獠牙。伊有当时时常变做咱足喜欢的物件，伫遐来咱吸引，然后带咱入去伫迄试探内底，离开咱的主。最后，主祷文内底有
讲三个，讲三个称颂，三个的娱乐称颂，就是讲国度是你的，国度头拄我讲主权，吼，上帝啊，主权是你的，权能嘛是你的，阳光拢是你的，到当时，到永远啊，到伫代代啦，直到永远无尽，对吗？阿免。阿免的意思就是诚心所愿。顶礼拜五，小朋友甲我问讲，老师啊，阿免啥物意思？哦，我足欢喜呢。吼，囡仔佫会甲我问讲阿免啥物意思？啊，公了来足欢喜的，伊讲阿免，安对，哦，啊开始，啊佫传祈祷。所以伫遮咱看见主伊的信息啊，通过信息会当感动咱。所以最后，咱要来看讲，若是安尼要用主耶稣甲是咱的祈祷文，要安怎来祈祷？今仔日的周报的上后壁，牧师有用华语的祈祷文，吼，厝的祈祷文用伫遐，迄就是甲这共款填空，你会当伫遐，吼，你会当敢若咧走操场共款，吼，一练一练。你第一练安怎？为着家己来祈祷，就是伫遐所有的填空，吼，拢将你的名，吼，来填上去，吼，为你家己来祈祷啊，为你厝内面的人来祈祷啊，为你整个的家庭来祈祷啊，吼，第三练呢，为教会来祈祷啊，吼，为正教会来祈祷啊，为长老教会来祈祷啊，为着所有的教派来祈祷啊，吼，过来咧，为着国家来祈祷，吼，所以安尼这就是一个操练嘛。敢若咧伫遐安尼走运动尔，一练一练，吼，豆豆仔来就好啊。所以你若牧师才有逐个用一个比喻，吼，咱嘛是为着国家的祈祷，要安怎来祈祷？吼，阮的天父，愿台湾会当来尊重你的性命，愿你实现你的主权伫倒位？台湾，愿你的旨意实现伫台湾，亲像伫天里。但是姊妹，这段咱先做伙来到一段好无？这就是咱的祈祷来。阮的天父，愿台湾尊重你的性命，愿你实行主权伫台湾，愿你的旨意实现伫台湾，亲像伫天顶。来，求你今仔日赐阮需要的信心，求你下给阮的辜负。亲像阮嘛有写本，甲阮断交的国家，这是为了台湾的祈祷吼。求你唔通，互阮陷入拼经济的试探。求你，救阮脱离物质主义的邪恶，因为主权、权能、荣光拢属你，直到永远。阿门。你迄个空白会当换无？会当啊！台湾最近足侪迄种人甲人的争吵，就是冤家啊，开车无拄好，伊拢会当伫遐，吼，拢家己填空，啊，为着你的家庭，吼，为着你家己，拢会当伫即个中间来祈祷。所以啊，你认为安尼会晓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无？会晓吼，啊，所以爱开始咯，吼，耶稣就要上场。伫去西马营，吼，要互掠去顶十字架的时阵，伊伫遐祈祷，结果伊所有的学生，伊来带去，讲来，咱做伙来祈祷。你知影伊学生安怎无？困去啊，哦，所以吼，耶稣咧祈祷到大粒汗、细粒汗，甚至咧汗流落来，若火去共款。结果伫遐耶稣去看伊三顿拢困去，伊同因讲，恁着爱警醒啊！毋通入了地狱，所以即句话嘛，对咱每一个人讲，咱毋通用遐个世界所有一切繁忙拢伫咱的代志内底，所以咱拢袂记你要祈祷。何况你看耶稣都需要祈祷，上帝派来要来拯救咱的耶稣都需要祈祷啦，何况是我们啊？耶稣是唯一在世界上无罪的人。咱拢是有罪啦，所以会当替咱来定死啊。所以啊，弟兄们，祈祷是咱的灵性的成长不可或缺的操练，袂当无的操练。所以啊，弟兄们，你得安怎用主祷文即款的造句来祈祷？我有人对今仔日开始，甚至伫即时，你会想想讲啊，我要来为着我的阿孙啊，我要为着啥物款的
精灵会当来带入在咱的祷告中，望上帝听咱来祈祷，因为上帝上爱做就是听咱来祈祷，咱三个来祈祷。因为上帝，我感谢你，你毋若通过主耶稣拯救阮，互阮脱离罪的捆绑，也赏赐阮有可活的生命。但阮也对主耶稣所教示阮祈祷的模范，阮也直接讲：主啊，愿你来掌管伫我的生命，愿你来掌管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生命，互阮甲你的对话会当通，互阮时常按你来祈祷。祈祷要诚做阮的生命中上介重要的。每一摆当阮咧读圣经，读你的话语，伫真理内底，阮也透过祈祷，亲像一支石啊，是祈祷；一支石啊，是读圣经。安尼就有两个石，阮的生命就会当来翱翔，就会当来飞起来，就无受捆绑。感谢你，赏赐阮有一款的快乐，即款的愿望，拢是对你遐来的。安尼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是咱三工过来吟诗，来应答上帝的话，献诗的244首，求主施大恩，请起立吟全首。
他悲修的，虽然不大的不在，我一个那万所谓。老师，请先大家平安。平安。第报告来先，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文句的内容。记载伫马太福音第7章第70到第80，咱来看拜，请。因为我教你做主的，看我教你，因为你那做的，一定要做主的，看你就来因为。4月份的伫外长老是10岁长老，即时是我本身。后礼拜的事托，咱请同工来底，咱来看主班的活动。拜五下午4班的练习，拜六有经过营甲一群团体，提摩太家族甲敬拜团。礼拜五咱的有上的团体甲妇女团体同志会，消息的报道。下点，将中十日报伫今仔日下晡1点，在中华教会举办教会十日研习会，请团体的会家、查校员甲财务人员提咱旧年的课会手册，中到12点半要伫教会出发。第二，本会请的傅立恩，就是牧师的孙，传教士伫4月29拜六要伫3支教会通过搁就任牧师的感恩礼拜，欢迎听者来针对长老来报名。咱有一台邀请目前搁有差不多10外个位，邀请咱若有闲的人、有时间的人来走做伙来参加。当天伫上午9点伫教会集合出来。第三，将个团体伫4月25到26有举办2天一暝的灵修活动，地点是伫快生林场。有报名参加的客友，当天早起7点40要伫教会集合。第四点，6月第1个主日，咱举行洗礼、捐款、小礼洗、甲革新礼、甲圣灵洗礼。若是你有意愿的人，会当招待人员来提报名表，写好到号书。目前报名小礼洗是仪式就是送片甲女的照片。第五，这2月伫5月20要举办亲子的户外活动，地点是伫中华大的农场，费用国小以上的是500块，幼稚园以下的是3个，3岁以下的是100块若有要参加，校长建议技术是语言老师来报名。第六，咱的娱乐市场的义卖已经结束，咱所获得的拢总有13块，咱全数拢管娱乐保育金。第七点，中中大同教会伫4月30日下晡3点，要伫原基督教病院边就是伊个物流中心的2楼要举办吴玉轩传教士公布甲就任牧师的感恩礼拜，是由咱的这牧师来讲道完上帝属灵。第八，若是咱的汉姐伫主日礼拜结束了搁需要咱的车辆去教会，请主动来咱的中级同工来讲，差不多啥物时阵要来提车，我们会得甲跟牧师讲，多谢大家的合作。大道的事项，社会着鹿港地区的风景甲转换的大道也由此掌管伫鹿港地区。
第二有着圣罗邦天公的事，当宣告来带到通风片。第三也有着新天教嘛，听这来带到，有黄伟国、刘俊仁、蔡锦堂、施伟坤、张安义、刘一峰、廖胜杰、郑义国、金伟国坤、康安利、夏丽玉、谢金满、林美华、梁桂花、谢淑贤、王小桃、刘丽珍、张淑珍、林思彩儿和莫牧师。为嘅部分，咱家己来看来是处理加来变迁，必须要做的。我所以家先去补充报告之前先来介绍今仔日来到咱中间就是昨昏咱有过日期长老妈过迄营长老的妈妈的特别礼拜今仔日伊的小弟现场甲伊的太太搁伊的小妹依찬甲依찬的查某囝韵芝。对不对？今仔日拢有来到咱的中间咱请伊起立啦愿上帝继续引传信息，充满伫这个家族搁有迄个对头的查某囝田颖甲雅各搁伊的女儿好。请坐，愿上帝伊伫过去。安怎施了稳定伫即个家庭，迄是一个见证，继续要搁伫恁即个家族内底做大搁水的代志，阿免吗？阿免，阿免，嘛相是咱发现一位兄弟伊嘛拢咧顾爸妈妈啦陈元顺弟兄来，伊今仔日做父母来到咱的中间，欢迎，今日今日特种亲情班，咱即个兄弟伊大部分拢伫线上。线上这礼拜陈元顺弟兄完全听好，无顺伫遮补充报告第2点的部分吴天文传道书这个要3期教会请咱踊跃报名请咱踊跃报名。今仔日还阁有15位还阁有15位的空位啦咱今仔日伫过来这个拜人名伫这礼拜的拜人名就要出发啦咱今仔日的报名会当正会正规长老来报名安尼过来咱较输若报名是毋是顺便将因的出生年月日甲迄个迄咱拢有吗？甲迄个身份证字号因为爱保险嘛。大部分拢有捌参加教会。嘿，若毋捌参加教会活动你说人啦若咱拢捌参加过去有野外礼拜大部分拢有资料好过来第咱有第8点有讲咱若将有礼拜数有需要将教会会将车搁继续去教会请咱会当甲中心讲者请中心队你若要甲牧师讲嘛用，因为今日牧师若干若一个做歹做，所以咱会当同工这是，互咱较知影讲到底迄是啥物人的车，因为定定拢到尾暗有伊的车停伫到底要对迄个门关关起来无所以咱会当有即个习惯。其实伫周间嘛同款，特别咱的周间的时阵，教会的车全部都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一个停车位不是老师的来授课就是迄个讲另外过来的老师的所以咱假使若伫即个中间有来教会办代志，随咧走赶紧若是讲有需要将车藏咧会当有小互牧师知影，较知影可以看头看尾嘛知影讲当时要来看当时要来看牧师才有一个补充第9点我无甲写去，因为毋知要安怎写，但是咱伫昨昏的个别礼拜，搁伫还袂到1个月进前，嘛是有一个杨伟瑜姊妹的个别礼拜。其实迄2场的个别礼拜，帮咱办迄个新生命吴瑞平长老拢有来现场讲，请咱会众会当准备心，毋通讲话，感觉真好。其实我嘛要讲，请咱来做礼拜的时阵。嘛爱准备心，就是你会当披衫来，嘛是会当。但是每一摆当你踏入教会的门，就是上外口迄个大门的时，其实你的第一个心，就是这个十字架的第一个，就是我咧交敬上帝，过来就是我伫这个基督教内底，会甲兄弟姊妹有一个团体的关系。所以咱用迄快
按虔诚敬畏的心来入来教会吼，咱会讲话，就有一条路好通行，就较袂讲啊，我甲你讲啥吼啊，无输顶礼拜日啊，要为着咱的爱参祈祷的时，阮吼感觉迄个环境足嘈杂。所以有当时咱若伫团体内讲啊，咱来拍手，迄个拍手就引起大家注意。老师伊并无安尼，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讲，大家大部分的人拢在祈祷，毋过我的祈祷哪大声，边仔有人咧讲话，嘛哪大声。安尼形成什么？敢若要甲我拼管啊！所以我的感觉是讲，咱兄弟姊妹，刚才迄个人是第一遍来教会，歹势咱先祈祷。这是咱爱伫教会内底拢成一个咱的气质甲咱的文化。过来就是你踏下一大门啊，迄段路就是你要标记上帝甲迄个中的所以你要踏入这个特别这个教堂门请咱毋通甲咱的招待人员聊天啊。你看到伊一礼拜才看到一遍开始甲伊徛伫遐讲话，因为你绝对无讲。足早来，你来的时阵差不多拢有祈祷会啊啥，结果迄个声会影响内底。我老实讲，足大声，因为我大概拢伫后壁，我就知影讲，坐伫后壁的人实在是足歹专心的，因为后壁是一个来来去去的位啊，所以伫后壁做礼拜的人真正爱有足定着的心若无伫后壁足容易会独居的啦足容易分神的所以兄弟姊妹，我即阵。让咱知影有理心，咱的讲话的声调较细致的。若有啥物代志，你拢较边咱的做招待的兄弟姊妹注意，就不要站在门口直接甲迄个人，你若是要来请安，若无咱大部分就是平安，安尼笑。有啥物代志，足重要的代志，咱会用较边的安尼。若无就是礼拜煞拢有交易的时间。以上补充报告。这是三甲内面改变的诗，现诗第688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伊是煞请老师来指导，请起立拍手。